隨住粵港澳大灣區嘅融合發展，越嚟越多香港青年將就業目光轉移到灣區內地城市。2025年7月到8月，香港工聯會大灣區社會服務社舉辦築夢羊城實習計劃初創篇，組織咗16位嚟自海內外各大院校嘅香港學生嚟到廣州嘅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進行實習體驗。而家就讀於暨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北京化工大學、伊利諾香檳分校嘅。而家嘅工作崗位係喺基地運營中心入面嘅企業服務部、外聯部、品牌宣傳部。而家係外聯活動部嘅實習生。主要係喺企業服務部，就同唔同嘅初創企業去接觸。我負責剪片同埋拍攝，做一啲活動嘅數據統計啦，活動策劃、舞台策劃。每一個選擇嘅背後都有屬於自己嘅期待。有人想累積工作經驗，為未來打算；有人就想有唔同嘅職場文化體驗。粵港澳大灣區佢有非常好嘅發展嘅前景，因為我想嘗試唔同嘅工作地方，去體驗下廣州呢一邊嘅工作辦公室文化係點樣咯，可以為我以後返到大灣區工作奠定基礎。因為本身我之後都係諗住話創業，就係因為你呢度嘅創業基地咧，咁係1+12+N 嘅龍頭嘅地位，咁呢度可以最容易去接觸到一啲最前沿嘅諗法。由理想翻到現實，睇下實際嘅工作環境係咪又同想像中一樣呢？呢個基地呢個環境非常之好啦。咁基地其實都係一個比較輕鬆同埋活潑嘅氛圍嘅，咁好多同事間都係有傾有笑咯。領導都會特別關心我哋嘅日常生活，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嚟到一個陌生嘅城市工作，日常生活都要有保障。不過唔使驚，灣區社同基地都幫大家搞掂晒㗎啦。喺住宿方面嘅啲設施都非常之齊全啦。公寓啲設施係非常新嘅，包括咗有洗衣機啊，都有共享廚房，仲有健身房。覺得呢個生活節奏係非常之開心咯。你食辣又有啦，食唔辣又有啦，跟住生果都有添，所以基本上幾天乜都有㗎啦。星期一至星期五大家都勤力返工，到咗週末，灣區社都會大家去 hea 下嘅，一齊睇下博物館、行下動物園，仲可以親手體驗非遺手作添。咁我覺得有好多唔同性質嘅活動咧，就安排得非常之好咯。例如我哋去咗廣州塔，算係廣州呢一度嘅著名嘅景點啦。喺個頂樓嗰度做遊覽，同埋坐嗰度嘅一個摩天輪啦。咁可以俯瞰成個廣州市嘅全景啦，讓我認識到廣州呢個城市嘅文化同埋人情味非常之濃厚。即係例如有一次 party room 又可以親近我哋同學仔嘅關係。一個星期忙忙碌碌嘅過程中，就係揾到一個平靜嘅點。由初嚟報到嘅新鮮人，到經歷咗1個月嘅實習同埋學習，大家都有唔同嘅收穫喎。我收穫到好多嘅朋友啦，同埋工作經驗。係識咗一班幾好嘅一齊參加呢個 internship program 嘅同學仔咯。首先係識咗好多嘅創業者，對我未來嘅創業有咗好大嘅引導。去睇啲喺度企業嘅一啲項目計劃書啊，令到佢一個交流嘅機會，去理解佢哋一啲決策啊，或者諗法，或者佢哋將來嘅一啲發展方向。咁對於我一個將來會有心去做初創嘅人咧，覺得佢哋對市場方面對我有好大嘅啟發。俾我哋提供咗 AI 仲有3D 製作合埋嘅課程，並且實習過程都等我學到好多以後響公司啊會面臨嘅嘢，拓闊咗個眼界咯。即係我會用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創業呢樣嘢咯，知道佢哋背後嘅好多唔同辛酸嘢。自己一個人去到一個陌生嘅城市工作，曾經大家都會擔心，但依家佢哋都話：我覺得有機會就去試啦，任何嘢都係一個經歷嚟嘅。勇敢去嘗試，勇敢去創新。希望大家過嚟灣區唔需要去驚咁，就有咩想嘗試嘅就去嘗試。咁呢個其實好多政策啊資源都有，最緊要係肯去做嘅啫。16位青年喺呢一個暑假經歷咗同一個故事，我哋都見證到佢哋嘅成長同埋收穫。未來灣區社期望可以同更多嘅青年一齊續寫灣區故事，創造無限。